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美国各有重要人士来台湾访问。顶回美国的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，中国是大动作演习来恐吓，但是那像无效。12天后的昨暝，美国的参议员马基又搁率领议员代表团到台湾访问，也毋过这回无对外公开，包括到立法院、到总统府，拢是关门来密会。讲上届主要是因为这届有讲到台海情势等等敏感的议题，实际的意义较悬过象征的意义，所以相对低调。这5位议员20小时快速访问台湾，嘛已经伫咧拄正坐专机离开台湾了。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马基集团的人，昨暝到松山机场开始访问台湾。今日会知影，伫咧总统府见蔡总统，率来去立法院，中岛和外交部长吴钊燮接访，伫咧下晡时间离开台湾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过去亚洲行，讲要去台湾，和中国真无欢喜。这位马基这群人来到台湾，拢真热贴。其实我们也都早就知道，但基于互相的信任呢，其实也都并没有对外去做发表。当然也并不希望，好像给中共又有更多的理由，好像在这里进行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行动。中国那一边说不定知道，请中国不要在那边丢人现眼，还在那边什么又要军演的，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行为。不过，这摆来台湾时间点拄好，就伫咧中国军演后，佮指定拜会外交国防委员会，会议过程完全无公开。会见总统内部画面，总统府嘛选择等到马基离开台湾才对外公布。委员嘛讲到，因为牵涉到台海情势、美卫军器的议题，所以内容真敏感。可能跟议题内容也许有关系，因为这几位关注的是国防相关的议题。那基于国家利益，我觉得事后统整之后公开对，因为台湾对安全的敏感度一定比美国更高，不能让中国的无理取闹变成温水煮青蛙，把台湾的外交空间缩小。透过国会交流，探讨台海安全需要，嘛算是台美关系未因有人的威胁受到动摇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